这段时间，真侪人较无爱伫咧外口食饭用餐，拢改叫外送。重点是外送员本身的消毒、甲体温的控管，是毋是有够确实的？因有啥物失觉差，影响的是一大堆的人客。所以即摆有的大楼会要求外送员都要量体温，啊，较有规模的连锁业者，防疫的作业嘛拢做甲真确实。譬如讲，即个外送袋仔面顶会喷酒精。 但是，一般的小食店都无一定有做甲遐尼啊周至咯。体温凉凉的38度，但是伊维持拼性命，悠然坚持要去上班啊。外送员感冒派便当袋啊，种行为是袂使。拱手打招呼。病院演出行动局教导正确的防疫。观察连锁便当店外送进前喷酒精消毒，外送袋嘛拢爱清洁。 如果觉得他体温有偏高，或者是有感冒的前兆的话，我们大概就会请他先休息。外送回来之后，会请他们先用肥皂做手部的彻底的消毒。有规模有制度的餐饮业者拢完整的 SOP， 但是一般市面上的便当店，这外底啊太热就直接出门啊，无消毒、无量体温，直接冲入办公大楼，对外送员无相关作为的店家也阁袂少。 就外送直接出去了。出发前会做量体温的动作吗？目前不会。体温没有量。在整个外送或者去拿外食的中间的过程中间，我们就要注意一个事情，这样是绝对安全吗？若无详细注意这小细节，恐惊只容易传播武汉肺炎疫情。送餐的细节，店家也是爱加强把关，让每一位订餐的顾客拢会当安心享用。